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15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来先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国内今仔先增加132例本土病例，有8人死亡。今仔各县市嘛开始帮老大人注疫苗。台湾新冠肺炎的死亡率比国际较悬，国民党提案死亡者一人要罚280万，杨志良嘛讲要帮家属提出国家赔偿。广东的第三核电厂传出放射线外漏，负责营运的法国公司写配合美国能源部要求援助。先开始，咱来看国内今仔新增加132例本土病例，有8人死亡，是这波疫情发生以来确诊人数上少的一天。指挥官陈时中讲哦，医疗的压力有下减轻啊。另外，今仔日各县市嘛开始注 AZ 疫苗，指挥中心嘛宣布讲，第二批疫苗嘛会提早来分配出去哦。咱来听指挥中心下晡上最新的说明。那我们今天的确定病例有本土的病例132例那境外移入的案例有3例，那死亡的个案有8例。5月11号起到现在有的确诊的个案数是11722人那含境外是移入，那解除隔离的人数是6188人已经超过50%这个医疗样能的压力跟我们隔离的压力现在是稍微减轻各县市都已经开始在开打，所以我们决定把第2批的疫苗及早的发送。双北我们才加发10%，桃园、台中那基隆彰化、苗栗多加发5%。那离岛我们都加发在屏东我们加发1000，那台东加发1000，那金门2000，澎湖3000。日本送的 AZ 疫苗今仔开始注，早起的全国防疫会议，副指挥官陈宗彦是表示讲，已经提醒地方政府一定要按照规定的顺序来注，因为目前疫苗有限哦，所以暂时是未开放给留学生来注射。日本提供的124万剂新冠 AZ 疫苗，多数县市为15起进行高龄长者大规模注射作业。疫情指挥中心提醒地方政府，需要依照注射顺序来做，无论户籍地还是居住地伫倒位，拢爱替符合公费对象来注射。依据这样的一个施打接种的顺序，那不能分户籍所在地一定要依照名册所列的无论户籍或居住地的部分都来为民众来做接种。指挥中心表示，现阶段疫苗数量有限，会以第一线防疫人员优先注疫苗。对有地方政府反映，留学生希望达入注疫苗的对象，目前将不开放。在整个留学生的部分，我们在这个阶段能暂未去做考量我们还是以能如何来建构台湾社区防疫的这个量能来做思考。陈宗彦提醒，部分县市提供的服务完整周到，特别是离岛，可能有到处注射的服务，不过要注意疫苗保存，需要伫摄氏2到8度的低温，搁避免摇动，而且开罐6点钟内要用完，一罐至少要安排10个人来做。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85岁以上的老大人，早起9点开始注疫苗，这侪时势一透早就载4大人去排队等要注射哦。目前住台北也毋过户口无伫台北市的老大人，市政府是表示讲，要搁看状况，才搁另外安排。松烟文创园区一透早人就排甲真长，拢是等待注疫苗。满85岁以上的长者甲陪同的家属。也毋过早起9点才正式开放进场，已经有真侪民众先来排队卡位，颠倒出现另类群组。人多我想应该是必然会的，可能还是有一点，就是说距离的这个控制会比较好一点。松烟园区由国泰病院负责注疫苗，院方安排10线窗口，10名医师加30位护理师，也有其他工作人员，拢总投入80名人力。民众凭有药简讯、甲健保卡进入厂区内，符合资格者先到门诊区经过医师判定，认定符合注射资格了后，搁由医护人员带到注射区注疫苗。也有规划一区，予行动无方便的长者直接坐轮椅注。
做完了后，搁前往灌流区休困15分钟，了后才离开。来就是安尼顺顺利利入来，拢无排着。拢未烦恼？袂啦，要天的安排。国泰病院表示，预计一早起完成1000人做疫苗，下昼2点了后到5点继续做，一直到拜三一早起结束，预计完成3000人做完疫苗。另外，中嘉病院是安排伫民生国小做疫苗，也预计完成1000人注射。我们在每一间就是那个距离用椅子，那椅子坐满，那我们就开了第2间。这摆台北市 AD 疫苗注射地点包括28间病院、135间诊所、12间联医门诊部。另外，毋是涉及台北市长者爱看注疫苗的状况，才做安排。台北市府卫生局表示，这摆大规模注疫苗，都是为了要予注疫苗的民众甲就医的病人分流，避免群聚。呼吁排队等待，保持安全距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北市长侯友宜早起嘛到注疫苗的所在了解状况，伊嘛保证讲户口无伫新北市的老大人嘛一定注会到疫苗。台北市长郭文地早起，予一寡伫户外拍入排队的家属来呛声也毋过郭文地是强调讲，因为事先拢有先注文，其实毋免提早来排队。15早起9点，台北市长郭文地去信义国中注疫苗站视察。武将来动线看了后，爬楼梯去楼顶看注疫苗的情形，就去遮个坐伙人的家属抢。袂少坐伙人提早来排队等要注疫苗，因为天气热阁漚热，民众讲话较歹声扫。也那郭文地是表示，注疫苗是采用注文的制度，时间是以点钟为单位，唔免提早去现场排队。排到9点，你就不需要8点来嘛，变成延长你排队的时间而已。所以为什么要设定这种预约就是这样，可以更精确的时间减少你排队等候的时间。郭文地嘛提醒老大人，台北市民搭客停车使用敬老卡，一抓会当补贴50块，会当多多来利用。也那新北市长侯友宜透早去三中体育场注疫苗站视察，申报即届参考日本福冈县武美町的方式来注，老大人自头至尾干那坐伫椅仔顶就会当完成，嘛保证户口无伫新北市的坐伙人拢注有疫苗。不在籍的长者，其实大家放心，一定打得到。因为我们这一波在籍的打完，就会打不在籍的。那三重站特别也是采取于美町方式的施打，让我们所有的长辈们坐着，然后经过医生的问诊，接着就由护理师来做接种。新北市以分区、分里、分时段的方式，伫新北市76个医疗院所、卫生所、甲中大型注疫苗站来注射，嘛安排巴士为区公所甲遮个老大人再去病院。新北市4大客停车队嘛提供要注疫苗的优先派车的服务。也那大小型长照机构西药剂的患者，新北会出动200个注疫苗的机动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婚纱港要帮31000个87岁以上的老大人注疫苗。高雄嘛是用日本的有美町注射的方式，老大人坐伫座位顶头，医护人员就到因的身躯边去帮因注射。高雄巨蛋这个注射点个音乐家现场演奏，也毋过市长陈其迈早起去视察，因为现场安全距离无控制好势，互市长真生气。车辆排出长长的队伍，大批人车拢聚伫高雄巨蛋主场馆外口。现场是全市上大的疫苗注射站，规工落来要帮3600位87岁以上的时代来注射，但有可能现场无抓好安全的距离。市长陈其迈上起来骂卫生局长，还有新闻局长是咧创啥货？大型以及中型的一个设站的部分，总计有56站。那预计今天全日会执行将近8000人的长辈的接种。当然，赶紧佮把这个距离扭好大，现场分做6区，注过疫苗的区域就要重新消毒，佮安排另外一区来注。市府创下全国之先，采取着日本于美町式的注射方式，时段毋免叮当，真侪民众拢感觉真大心。啊，人在做，叫阮做，阮就来做啊。当然啦，这样我们也比较放心啊。
高雄采取的方式1点钟大约会当做120个人。不过市府强调，重点是甲疫苗做好，唔是要求紧。这种方式确实会当保持着安全的距离。有真侪县市拍算要地，预估伫个全市6月15号到17号会帮31000位87岁以上的时代来注射。第一天要做的人数大约是8000人到1万人。记者王柳婷、林昭宽高雄报道。咱帮观众朋友整理今仔日全台湾各地为着病民众的情形哦，今仔是增加132个本土病例，其中有3个是境外病例，有8人死亡哦。本土病例内底哦，台北市有22例，26例哦，新北市有65例是上侪，基隆市有3例，桃园市是有12例，苗栗县18例哦，台中、台南、花莲拢是2例，彰化、嘉义嘛拢是1例。目前哦，咱全台湾有13000多例。本土病例嘛已经超过12000多例啊，有460个人死亡。疫情目前是有淡薄仔缓和，也毋过大家防疫嘛是搁爱经好调哦。咱搁来看国产疫苗，要变7月份开始注射。有媒体是指出讲，菲律宾的卫生单位有表达讲要直接来申请咱国的紧急授权许可 EUA， 咱的国产疫苗伫当地毋免做第3期的临床，就会使直接做哦。也毋过指挥中心是表示讲，目前是无接到这种的消息，爱搁来了解哦。高端公司是讲哦，有甲咱国友邦巴拉圭来签订 MOU， 会伫当地来做第3期的试验。高端疫苗车站解盲，已经甲卫福部申请紧急授权 EUA， 要拼7月份供应予国内做疫苗。连这个月底嘛会解盲，即马国产疫苗是向海外市场伫布局。传出菲律宾卫生单位已经发函予台湾，要认证台湾 EUA， 予国产疫苗会当伫个当地免做第3期临床试验，就会当直接做。国产疫苗的部分，他们2家公司都有个别去找寻在国外合作试验的这个国家了哈。那其他的国家是不是有申请比照台湾的 EUA 的方式？这个我们会请食药署再做一个了解一下。食药署表示，目前还未收到公文，后手会阁问看卖。传出东南亚至少有5个国家最近已经甲台湾的国产疫苗公司来直接，因若是安怎会选择台湾生产的疫苗，或者是认证台湾的 EUA？ 根据了解，主要是因为抢无国际大厂的疫苗，加上冷链运输技术有困难。高端公司证实，东南亚国家确实表达有这个意愿。5月份的时阵，已经甲台湾的友邦巴拉圭阿松心大学医学院签署 MOU， 会伫当地以免疫直接来展开第3期的临床试验，为外销去国际做准备。我们对于高端公司跟巴拉圭亚松森大学的医卫合作，外交部乐观其成。我们会居间协调，并且继续提供必要的协助。目前高端已经把相关的资料送去当地卫生单位，按算年底进前会完成试验。因若高端的估计，15是连续第4期启停，透早估计就启停伫303块，盘中雄雄未启停得真济，到248块。记者综合报道。目前英国为着印度变种病毒的病例是增加真侪哦。外国媒体是指出讲有将近1/3的感染者拢已经有注2档的疫苗，也毋过嘛是阁为着病。指挥中心的专家李秉颖是表示讲，印度的变种病毒较牛化，也毋过未对疫情有相大的变化哦。另外，针对疫苗的保护力更有够咧，这个需要厂商去研究。英国感染的印度变种病毒株的新病例真紧增加。英国媒体报道，英格兰公共卫生署的上新报告，42名感染者，约1/3已经注2档疫苗。因为英国注疫苗的情况是一半民众注 AZ 疫苗，一半是辉瑞疫苗，引起 AZ 疫苗敢是会当对抗印度变种病毒株的讨论。南非的变异病毒，它虽然说抗体的一个保护力好像下降很多，但是它实际上在临床验证的保护效果就是差了10%到20%。被预估说，不管是哪里出来的变异病毒，即使我们疫苗引起来的抗体对它的综合效价有下降好几倍，但是它的保护效果可能只会下降10到20% 左右。李秉颖认为，一般推测印度变种病毒株的传染较强，也毋过对疫情未造成上大影响，主要是疫苗的保护力敢是有够，这也有待厂商研究验证。我们现在还不太知道说这个疫苗引起来的保护力对于未来来讲出现的变异病毒，它会
会不会有那个保护力不足的问题。不过相关的一个疫苗厂商都在进行研究，在验证之中，未来我们才会知道说，对付变异病毒可能哪一个是最好的策略。面对印度变种病毒株来甲真凶，台大妇产部主治医师是经中建议，注2档 AZ 疫苗，计12周缩短为8周。也强烈建议，像莫德纳应该优先提供予像照顾境外移入个案的医师人员、甲技术原定人员，建立边境防范病毒入侵的关墙。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今仔全台湾的注疫苗哦，伫华人的部分哦，因为疫苗的数量无啥够，县政府暂时临时宣布讲，90岁以上的老大人，甲85岁以上的原住民才会当注。也毋过有部分无互通知到的老大人是真生气，嘛伫注疫苗的所在抗议。这是花莲新城乡的北部故事。专管今仔日针对第2类甲第5类的相关人员开始做疫苗，因为新竹地区最近也出现个案，警消人员也真细腻面对。我们今天来施打疫苗的总共有77名同仁，都是我们第一线的派出所同仁，因为他们时常有与民众接触的机会。因过附近老大人非常生气，这期安怎家己70-80岁啊，却无互通知去做疫苗。前往注射地点，怪工作人员来遮做疫苗也是关注。我们这边住家都不知道。没有村里长通知你吗？没有。袂使办活动，你叫外地人来遮甲传染嘛？你意思是讲群聚啊？你是无？关府卫生局强调，中央目前配合花莲县13500档疫苗，优先第2类到第5类相关人员注。村内2876档受限疫苗补助调整为90岁以上非原住民长者，甲85岁以上原住民长者才会当注。疫苗不到3000剂，所以我们目前用这样的方式来规划。所有的名单我们都已经给各乡镇村里长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疫苗不够，所以未满90岁的原住民、未满85岁的，我们都没有通知。花莲13乡镇目前第1梯次长者注疫苗人数是3699人。卫生局强调，符合第1梯次注的人会收到注射通知单，且符合资格者早健保卡甲通知单才会当注疫苗。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东县哦，即届是分配到8000档的疫苗，今仔第一寡卫生所可能是骹手无够哦，有一寡老大人对家己注文的时间阁无介清楚，所以卫生所注射的情况有暂无啊乱糟糟。台东市区安排体育馆甲主治证书堂做注疫苗站，15有注文要注疫苗的集会人，大家坐伫个室内等要注疫苗，过程是真顺利。高龄人口的比例超过20%的东海花山的乡镇，早起拢安排伫个卫生所注疫苗。其中东河乡的卫生所，因为场地较细，伫个排队甲报到的所在，早起8点外就780个老大人来遮排队。不过其实卫生所已经有安排好势，每一个时段20个人。不过也是有老大人提早来排队，甚至看唔到日期，一路远落落为山区走来。太多人了怎么办呢？所以说会乱一点，要不然按照顺序的时候，你就可以先。而且又很热，老人家、年轻人大概比较没有关系，老人家叫他等那么久又那么热。台东县政府表示，这届中央分配8000档疫苗，市区因为人数较济，按算2天甲6000档注好了。也若其他15个乡镇市，拢总是分配2000档左右。平均每一个卫生所2天爱注100-200人，骹手可能会无够，佮加上集会人行动无方便，假日时势若佮无用工课，无法度陪时大人来注疫苗，造成部分地区注疫苗无介顺利。那有少部分的长者呢，可能忘记了预约，也是到现场来，我们都全部留下姓名。县府表示，16还阁有1天的时间会当注疫苗，会阁请村里长甲干事加强宣导，请老大人会当以注文通知的时间，再来卫生所注疫苗，避免造成人阵的群聚。记者综合报道。婚龄未了的大数6轻哦，有5个员工为着病，婚龄县政府要求6轻13000个员工爱全面体检。今仔开始，6轻规划10条线，每工要体检3000个人，4天内底会完成全面的体检。上午9点一到，大数6轻员工的活动中心大楼外，排满满的员工，拢是准备要来做体检。因为6轻厂区近期陆续有5名员工确诊，文管府有着片面疫情扩大。要求6轻必须要进行全面剖胎。以目前的一个疫调来看，宿舍其实并没有群聚的感染。那我们这一次做主要是想要找出一些
无症状的可能的感染者。那一方面及早预防，那也让员工安心，也让社会安心。立庆管理部表示，体检第一天，人员准备时间短，难免有一寡所在阁需要改进。后续会以无影响厂区运作方式来调度，分流进行体检。伊个为15号开始体检4天，希望当完成13000名员工体检作业。所有委外6000委外的这些厂商本身的本劳以及外籍劳工，那我们也随即跟台大医院云林县政府的卫生局也随即跟台大医院跟长庚麦寮长庚做合作，也希望能够提供给我们外面的这些委外厂商他能够统一快速检查。文管局表示，立庆员工大约13000人，但委外超商的工作人数嘛超过7000人。若体检呈现阴性，会要求委外公司以干净干脆实名制方式进入立庆厂区来工课，希望让疫情扩大的风险降到上低。记者王为你报道。台中成功3月节徛过员工胃着病嘛造成中华家族的烧胃事件，昨是个增加一例是一个7个月大的查某阿姨仔。伫4、6月初时做伙食饭的10个人即嘛已经有9个人胃着病啊。中华县的卫生局一调嘛发现讲，这胃着病徛规个员工有一个表小妹，嘛伫台北的成功3月徛规伫5月底捌登去中华找阿嬷。台中的这个员工敢就是感染源的，目前是搁调查。成功3月台中中港店的一个专柜小姐确诊了后，百货经过停业3天大消毒，14号已经恢复营业。虽然百货员工目前拢无人被感染，但是专柜小姐7个月大的卫生14号嘛确诊，是中华县目前上细的确诊者。2个可能，一个是6月初参叙的时候，他就暴露到了。另外也有不排除妈妈先得到，然后在家里的时候，照顾的时候。中华县卫生局表示，专柜小姐的家族餐会是伫咧6月4号，同时包括负责煮饭的义工，总共有10个人用餐。但是6月6号，台中成功3月专柜小姐先发病，接落来家族成员嘛陆续发病，做伙食饭的10个人，目前已经有9个人确诊。加在台中市府坑内上班接触者采检，目前全部拢是阴性。快筛以及还有 PCR 的检测下来的话，总计有1159位这个市民有经过这样的一个筛检，就全数都是阴性的。根据中华县卫生局的疫调，台中专柜小姐的一个标志妹仔，嘛是台北成功3月的专柜小姐，伫咧5月28号到6月6号期间，要为台北返来彰化，甲台中专柜小姐的外妈带做伙，外妈嘛参加了这届的家族餐会，6月8号发病。这个台北的专柜小姐是毋是就是彰化这件家族群聚案的感染源？也该进一步调查厘清。记者彰化台中综合报道。咱个来看，立法院今仔继续开临时会，审查纾困4.0追加预算案。今仔开始嘛，进入实际审查因为拢总有945个件爱审所以调也是望讲18之前来完成审讨。也毋过国民党团是还未表态讲，敢要放弃协商，只有强调讲会严格来把关。对安委员会报告，你相信我处理主持会议的效率了？好，相信证明状态。我又快，效果又好，你这样又浪费多少时间？立法院联席委员会审查中央政府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甲振兴纾困特别预算第3遍的追加预算案，因为计共有945案，调也有共识，希望会当互审查速度较紧的。委员有疑问的部分，尽量莫用书面报告来影响进度，由现场的部会首长直接沟通。若是无法度达成共识，就保留到调也协商。能够接受，行政部门就接受；能够决定就把它决定掉，尽量不要说多少。大家都不会让去刻意卡这个预算呐。你看行政部门同意的同意，同意的保留，不同意保留要上紧啦。其中疫苗的部分，国民党团认为讲，真正买疫苗的经费已经变115亿5千万，这边阁要加224亿5千万，计共加起来都有340亿。国民党团质疑卫福部，敢有法度掌握疫苗进口的进度？那现在我也没办法跟委员讲说一定会多少，现在是希望6个月有200万作为目标，我们希望以200万为目标。有没有确定嘛？我没有办法跟委员确定。国民党团关注疫苗的相关议题，民进党团是希望讲，
会当甲劳工甲各行业补助的条件放较另类，而且希望会当伫10八进前完成商讨。我们都一定会想办法在朝野党团协商里面呢，来协调完成，但是不要挡哈，我们还是由衷的希望6月18号的时候可以完成立法院的3读程序。我跟各位报告，如果签了协议权，那个放弃复议权，放弃协商权，那民进党予取予求，在野党的生存、替人民发声的声音的空间是完全没有。目前所有的在野党团，敢若国民党团无同意纾困4.0特别预算案，卖受到协商冷冻期1个月限制。国民党团无希望失去超级议事的工具，影响到审查预算。记者综合报道。政府虽已经开始纾困，也毋过有真侪人发现讲，因根本无法度申請哦。一寡學校的兼職老師、非營利組織的工作者，佮因為停業也是防疫政策受到影響的勞工哦，講因攏看會到，也毋過可能領袂到。只領1堂課320元的鐘點費，學生在家自主學習之後，我們就沒有辦法再上課，那相對的就沒有薪水了。現場直咧放小學科學老師電前的錄音，因為學生自從遠距上課了，這個老師就直接放無薪假。台中市議員陳定秀甲立委郭宏安開記者會，講這種代課或者是兼職的老師，是政府紓困勞工的部分。提案将代課或者兼職的教師這些非編制的非典勞動者，我們把它納入到紓困名單裡面。至少在國小或者是各級學校，甚至特教班的這些老師，他能夠比照像社區大學講師的方式。因果毋那是教育款有需求，龔德平召集各非營利組織的代表，說明各部會所提出的紓困措施，敢若是排除佇咧各地服務的非營利組織。包括社福、人權、動保等領域的團體，有真濟單位攏拄到薪水、租金、募款等各種的困難。所有的送養活動都停止，那麼募款也都停止。第一線的救援的動保團體來講呢，這個疫情呢對他們來講壓力就是非常的大。這個紓困的門檻，他們幾乎都沒辦法通過，繁瑣，而且所設的門檻那個財務的比較，因為有些團體他們很多有一點政府的補助，或是那些補助還在，所以沒辦法達成那個收入減少的比例。整個紓困的政策始終綁定我們雇主。勞工團體佇咧疫情期間，到行政院調整，認為紓困政策限定由頭家申請，所以有真濟因為停業或者是防疫政策受影響嘅產業勞工，看會到領袂到。因為喺這段期間，物流製造業嘅公司三百無協商。重大勞資爭議也攏無進展，希望政府會讓聽到民間的聲音，保障勞工的權益。記者綜合報道。囡仔家庭防疫補貼，還有勞工紓困貸款，今仔開始開放申請哦。囡仔一人補助1萬塊，這是到9月30之前攏會使來申請。也毋過勞工紓困貸款，因為只限50萬人，所以今仔9點開放，有真濟銀行的官方網站，佮開始塞車咯。15早起10點，囡仔家庭防疫補貼開放網絡申請，一開始敢若申請的人數傷過濟，出現無盡網站人數較濟，系統已經自動為你排隊的字，好佳在過無偌久，就會當操作。準備囡仔健保卡，還有家長的銀行口罩，甲資料寫入去，無到3分鐘就會當完成。嘛有一個家長煩惱網絡塞車，無得去申請。就怕塞車，可能就反正都可以請，所以有時間的時候就上去請這樣子。囡仔家庭防疫補貼對象涵蓋國小以下囡仔，也閣有國中、高中前3年的新障學生，總共有250萬名，每一人補貼1萬塊。15開始會當佇網絡申請，審查了18個半錢，申請的期間到9月底為止。想要直接領現金的家長，會當18了後，摕手頭的提款卡到3間指定銀行的 ATM 作業就會使。同一天開放申請的，閣有勞工紓困貸款，可能是疫情第3期警戒的關係，今年到銀行申請的人比去年減真濟，也閣有銀行直接佇門口設立臨時櫃，因應防疫分流。也是減班減薪，對啊，現在就是生活上會卡不過來，對啊，才來辦。有試着用網絡？有，現在是卡着。政府的線上通常剛開始一定都會塞車啊。所以就選擇第一天就直接領會來申請。比較快啊，效率也。
虽然会当伫网络申请，但9点一到，各大银行的网络拢塞车，因为今年的名额刚有50万名，每一个人上悬10万块，会当来申请的劳工爱满20岁，108年也是109年的个人总所得爱伫50万块以下，也是符合投保资格的人，会当向35间银行办理，其中24间银行会当伫网络申请。记者郭灿台北有台北报道。台湾为着病死亡的人数已经有460个人，死亡率是超过3%，比其他国家是悬真多哦。有死者的家属今仔是出面抗议政府无能，国民党嘛提案，讲要发予确诊者15万的补偿金哦。死亡案例一个人280万。前卫生署长杨志良嘛表示，会协助家属提出国家赔偿，目前嘛已经有20个人登记了。请政府把我姐姐还给我，我们在等她回家。亲人着病伫病院过身，但小姐永远等不着坐回去。台湾疫情严重，死亡人数超过450人，确诊死亡率3.38%，高过世界平均。但小姐15出面真情，要为罹难的家人、甲同款失去亲人的民众讨公道，靠咧控诉政府无能，致使人民枉死。人命在你们的面前，难道就是代表一串数字而已吗？而这些数字却代表是我们最亲爱的家人。同岛一命，政府真的有把百姓的命当作自己的命来守护吗？国民党参考在防法，党团将提案，予因慰助加补偿金，总计发放确诊者15万，若是确诊死亡者，就予以280万。在补偿金这一部分，我们要参考过去台铁普悠玛还有太鲁阁号重大意外事故死亡，每人发放250万元补偿金的做法。此外，有市机关接受我20位着病死亡者家属真情，为请北市府协助，要向中央讨公道，搁追究失职官员。前卫生署长杨志良也表示，将会接受即摆着病死亡的罹难者家属自身登记，同时也邀请律师团以及国家赔偿请求法院依据，协助罹难者家属进行国赔诉讼。15起将开放Google 表单登记。20-30名已经有了，大概20名以上。针对民众要替罹难者提出国赔，但市长态度低调，只讲依法办理。杨志良表示，开放登记的第一天已经有20人登记了。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将举办高峰会。德国总理梅克尔、法国总统马克宏认为，对中国的指控嘛应该爱表达。美国总统拜登嘛强调讲，美国甲北约的关系是真好。拜登嘛讲哦，伊了解伊10月要甲罗西亚的总统普京见面，外界有真大的期待。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开始，成员国家领袖对中国甲俄罗斯愈来愈扩大的势力有正强的感受，也同意会徛做伙维护国际秩序。法国总统马克宏甲北约宣告中国是全世界安全威胁的讲法加以淡化。伊讲袂用因此偏离北约的核心任务，并且讲中国无伫咧北约内面。德国总理梅克尔是希望处理中国问题时阵，应该找一个平衡点。China ist Rivale in vielen Fragen und China ist gleichzeitig auch Partner. Und ich sagte ja, im hybriden Bereich sind sie auch. Da muss man dann eben auch als NATO gewappnet sein. 北约秘书长史托滕伯格正清楚地讲到中国目前的情形，严格也讲，北约会寻求甲中国伫咧气候变迁等全世界议题上，会当有机会合作。China is rapidly expanding its nuclear arsenal with more warheads and a larger number of sophisticated delivery systems. NATO leaders called on China to uphold its international commitments, including in space, cyber, and maritime domains, in keeping with its role as a major power. 伫北约峰会了公开的联合公报内面，有真侪内容讲到俄罗斯，包括北约东部边境的军事集结加霸人的行为。北约领袖因重新支持乔治亚、摩尔多瓦，抑个乌克兰的领土完整。也共款参加会议的美国总统拜登，16会甲俄罗斯总统普京见面。拜登讲，伊早就甲普京话讲甲正白，若是对方愿意，双方伫咧某一个领域会当合作。不过俄罗斯方面若无愿意，美国也有所回应。拜登也强调，伊想要互全欧洲拢知影，美国一直拢伫咧北约对美国正重要。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
再来看广东的台山核电厂传出放射线外漏，美国媒体 CNN 指出，负责营运的法国公司这个月初密切配合美国的能源部，要求美国提供技术的援助。也毋过，台山核电厂是对外表示讲，目前一切拢正常。伫中国广东的台山核电厂传讲有放射物质外漏，根据美电社引述 CNN 的报道讲。美国政府顶礼拜伫咧评估一份有关台山核电厂气体外漏的报告，因为有电厂部分所有权的法国企业法马通警告讲有急迫的辐射威胁。CNN 的报道也讲，消息来源讲，法马通是先伫咧5月底联络美国的能源部，通知讲台山核电厂有潜在问题。所以这个月初3提出营运安全协作的请求。正式要求尊人分享美国的技术资源，来解决紧急安全事态。同时也甲美国官员讲，反映炉的裂解气体正伫咧外漏。台山核电厂传出讲有放射物质外漏的消息，引起各界的注意。因为电厂就伫咧广东的江门边仔的香港、澳门，拢有可能受到影响。电厂也接到真侪电话来问。台山核电厂伫咧官网发布声明讲，目前2台机组的各项运行指标拢符合安全法规，甲电厂的技术的规范的要求。目前连续监测环境的数据拢显示，电厂甲周边的环境指标拢正常。也毋过 CNN 报道讲，文件显示，法国的核反应炉公司向美国能源部要求援助，是因为中国政府一直伫咧无关闭的条件之下，互这座电厂的会当安全释出气体上限一直提悬。对此，美国能源部并无做回应。公司新闻张伟林报道。因为咱国内疫苗正欠缺，为业者推出辉瑞30天，加上8天去国外注疫苗的行程。另外，各台办嘛讲有62000个台湾人已经伫中国注过疫苗了。也毋过指挥中心是表示，以6月份出境到中国的人数来看，并无特别增加。伫桃园机场挂大包小包的行李，准备要出国的民众有变较侪，因为国内新冠疫情还烧袂退，加上新冠疫苗无够，即马佫传出有业者用疫苗来请人客，开出辉瑞30天、加上8天的行程，其中佫以美国是上界受欢迎的。开出来介绍，还佫包括华语导游甲运将，意思是咧让法律的康胖。这个广告单是北美那边的旅行社传出来，台湾旅行社非医疗院所不可以有从事医疗招揽广告的行为，这个也是违反了医疗广告相关的医事相关的就是法令规章。乒乓协会表示，目前国内并无禁止民众出国探亲、开会、读册等等，所以确实是有人出国读册、甲办公、先煞注疫苗。依据金山来讲，民众只要去到机场，就会当注辉瑞疫苗。也若洛杉矶机场是设2个注疫苗站，提供免费注胶性疫苗。不过，也是拢爱有核酸检测阴性的报告。另外，除了美国，即嘛传出去中国甲日本注疫苗探问的人是愈来愈多。各台办顶一日讲，已经有62000个台湾人注中国疫苗。针对这点，指挥中心清点搭回轮机的人数了后，发现讲，咱的民众去中国的人数并无明显增加。以6月份来讲，那平均大概每一天出境的人数也都从这个400到500、600左右这样的一个人数，依照每一天的航班数不会特别有哪一天会有特别的增加的状况。指挥中心强调讲，无论是咱民众，也是其他国际人士去中国的人数，目前是呈现稳定的状态，人数并无特别增加。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是有民众讲伊有去接到诈骗的电话，通知讲新冠肺炎的体检是阳性的爱马上拿钱摕药来治疗伫网络顶头，可是这人伫网络顶头来讲伊受到诈骗的经过，也毋过后来警方是发现讲，这人伊的故事拢是家己编的嘛已经甲伊送新北地检署来侦办咯。一个查甫人匆匆忙忙行入警察局来报案。伊甲警方表示讲，伊去互人用电话甲诈骗新冠肺炎确诊38000块，甚至还佫伫面册来答问讲，伊去哄骗的过程。不二个警方受理报案了后，发觉讲无对同，伊发现这查甫伊是想要去互人地中关心，才会惊仔来报案。警方受理报案之后，仔细追查，发现各项细节与男子所称有出入。那经警方对该名男子出示证据及小以大义，成功突破男子心防。男子才坦诚是因为希望受到关注，
那才向警方报案及上网散播假讯息。疫情耍礼团嘛来请做诈骗集团因下手的好时阵，刑事局提醒讲，确实是有诈骗集团伊利用电话来通知快贷的民众，讲佮爱纳现金才会当来摕到药啊。嘛提醒民众讲，伫咧接受各种资讯的时阵，都要先查清楚，唔通来去互失去。不如个这个查甫人，伊无去互人骗去刷囝仔来讲白贼，警方嘛该移上新北地检处来侦办。易让人误会有人趁意进行诈骗，警方为严惩此类行为，除依刑法第171条诬告罪侦办外，更依严重特殊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条例第14条散播假讯息严查。健保署表示讲，假使民众已经有采检，快筛结果会伫咧当天就会通知，公费 PCR 检验3天内会有结果，会当到专门健保署行动快易通的健康网站来查询。假使讲采检结果若是阳性，请民众听候卫生单位来通知，绝对袂用电话通知民众讲，都要先纳现金才会当来摕药啊。记者综合报道。台南的成功大学要求3级警戒的期间捌离开宿舍学生啊，要自费500块做 PCR 检验，无问题才会当回去宿舍。也毋过学生啊是认为讲学校安尼做无啥道理。另外，高雄的宜秀大学有带宿舍学生是真不满，讲学校要求因伫6月底之前甲宿舍清空，等于是要逼因提早搬出宿舍，因感觉嘛是无道理。6月初，文化大学发生宿舍的群聚感染，学生但是唔敢大意，制定宿舍防疫措施。3500个住宿舍的学生内底，有2500个学生是配合暂时无要转去处理，不过也是有少数的学生因为实验或者是私人代志，都要转去一座搁转来学校。不过因方要求都要自费500块做 PCR 检测，而且爱住共间宿舍的学生有同意，才会当搁转去房间。有学生是真生气，投诉学校危险。不过嘛有其他的学生有无共款的看法。看大家公德心对啊，因为如果是我返乡的话，我是会愿意做的。做 PCR 这件事情是经过学生宿舍自治委员会，他们获得共识而且通过的。因为学生宿舍自治委员会也希望保护2500位仍然住在宿舍的学生。学校表示 ，PCR 检测学校已经有补助9成的费用，若是厝内较歹过的学生会当免费检测，也若袂当转去原本房间的学生，嘛有安排去住大家番好势的宿舍，而且一人一间。学校讲会当体谅学生爱转去厝里的需求，不过嘛要保护留伫宿舍其他的学生。也若宜秀大学煞是电脑病，有住伫宿舍的学生讲，因去互要求6月底进前，宿舍的物件爱全部搬走。针对这点，学校讲，车站已经决议延到7月底。一所大学并没有强制学生要退宿，调整完之后呢，我们就在我们的所有的社群网络，还有 Dcard、FB， 还有我们的学校的首页，我们都有公布出来。学校表示，伫疫情的期间，袂硬叫学生来搬走。因若宿舍内底目前也有少数的外籍学生咧住，若有需要提早离开宿舍的学生，为15开始至27，会当伫咧网络注文，学校会开放分配，予学生来申请，避免造成群聚风险。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是警察节咯，咱来看全国各地警察咯，做伙录一条手牵手的歌，以来鼓励因家己哦。最近某一寡学生佮艺人出钱出力来鼓励真辛苦的医护人员，是拢真使人感动。手牵手泡白便当，郑州平顶头还佫有一个彩色的盾牌。伫新北市读小学甲高中的一对姓的兄妹仔，甲平常时爸母互因的所费甲红包欠来，请出来人买1万的面纱，希望会当帮助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市长代表所有市民，谢谢你这一份的爱心。在这段时间，不管怎么样，小朋友的鼓励，整个带弹滴水穿石，都是在希望市民朋友跟所有事务团队，大家团结一起面对防疫。团结对抗疫情的上前线，也佫包括辛苦的警察同仁。6月19是警察节，全台湾各地警察伫空中串联做人唱手牵手，影片回顾警方伫咧疫情期间无分日年稽查疫情。抬起头，天空就要亮起来。不要放弃你的希望和期待。温柔的歌声鼓励前线的同仁，黑暗过了总是天光。希望民众大家做人做好防疫。温暖的消息，也有艺人贾永杰号召企业甲个人募款9000多万，捐300万台高流量氧气鼻导管系统给病院。
那这一种算是目前就是非侵入性的氧气支持应该讲最高阶也是最高流量的。那它因为它是最近才应该是最近10年才出来的机器，然后它支持的氧气流量比我们一般的氧气流量会高很多。所以其实对一般接近要呼吸衰竭然后要插管的病人是非常好用。医生讲，若病人需要插管，对医护人员的风险真大。有了这台机器，就能降低医护人员感染的危险性。指挥官陈市长讲，最近有人反映违反防疫款务条例，各案拢有做相关调查，也过无做任何处分。但是热心集团关键并无限制。记者综合报道。伫疫情期间，有真侪农会甲农民会改用直接配送的方式来卖特色的农产品咱来看南投林爱乡的农会，佮地方特色的农产品，柑仔豆啊、高丽菜啊，佮有柑仔粿等的菜色款成一箱直接寄到消费者的厝里，民众唔免出门就会使买到产地上青的产品受到疫情影响，学校停课，就侪餐厅嘛暂时停止营业，风景区嘛无人潮，农民烦恼菜卖不出去。南投仁爱乡农会将菜色制作一箱一箱，会当直接寄到人客厝里。3个主要的蔬菜呢，番茄、高丽菜，还有节瓜。那么其他的话，像敏豆，还有我们的这个玉米。好，然后丑豆啦，好，其他叶菜类的部分，因为它供货源会比较不稳定，所以我们就是采取随机搭配的方式。网路的，宅配的，我们只能做这种另类的方式的销售，因为没有客人，客人也不出门，我们只能用宅配的方式去销售我们的农产品。为了帮助农民会当降低疫情所带来的冲击，农会向农民收菜色甲果子，透过网络甲社群平台推销产地直销。我们为了方便都会区能够顺利的采购到新鲜的蔬菜了，直销的方式，而且在价格上面也会优惠。那最重要的是又能够扶植我们原住民地区部落的族人，维持他的生计。那再来就是对小农这边呢，也可以有纾困的作用啦。仁爱乡农会表示，民众免出门就会当买到产地直销的青菜甲果子，也唔免烦恼去市场会有买到病毒的风险。农民嘛有收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嘉义市旅馆为着要支持在地医护人员，有的饭店即马已经改做医护人员的宿舍，咱嘛做伙来了解。工作人员无用咧整理环境，饭店内目前拢无人客，但是即马有带一寡当咧拼疫情的医护人员，饭店甲空间改做宿舍，希望互因会当安心休困。我觉得这个是帮助真的非常大，因为像我家中有父母，他们年纪都很大了，这个就我非常非常的恐惧，所以第一天，疫情爆发的时候，我就搬出去外面住了，住了1个礼拜才搬过来这里。为着要予医护人员带了安心，饭店阁新采购专业的消毒设备，重新安排使用空间，唔但减少医护人员甲工作人员的接触，嘛互因休困的时阵较袂去受到影响。饭店表示，已经开始到今带过医护人员都超过50位。我本身是基督徒，对，那我觉得信仰让我有更深的一个体会，所以我们觉得想要做这件事情，所以也获得我们公司大多数的伙伴们的一个支持，所以我们就来做这一个所谓的医护宿舍。业者表示，饭店转做医护人员的宿舍，唔但会当维持员工的生活，而且阁会当支持在地医护人员。希望在这段时间会当减轻医护人员的压力，互因继续守护大家的健康。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美国纽约的健身房已经重新开放了，有真侪民众因为伫厝内关上久，食袂停，阁无会叮当有人就笑家己讲是去为着大颗病毒。美国某一个调查发现讲有4成外美国人伫防疫期间变大颗平均是肥13公斤先开合跳，这个人是叶浩玲，31岁美当保姆，真久无流汗。The pandemic really halted that, and we literally no activity. I was sitting at home. I gained weight, I think like 15, 20 pounds. They call it the corona weight. 住伫纽约的美当保姆，
过去一年因为疫情，本来运动习惯拢停落来，肥9公斤，而且变大块的人也真多。根据美国心理协会一项调查，疫情期间，42趴美国成年人体重增加，平均加29磅，大约是13公斤。这么疫情有较稳定，真多人家免当保姆同款，赶紧来动一日。 So we've noticed a lot more people coming in, because obviously we've mentioned before that people have gained weight, and they know with the summer coming. 虽然想要伫咧热天进行减肥，不过因为过去一年疫情，互人心情加真歹，所以来健身咧，亲像每当保姆同款，拢是核心减重的想法，无直咧计较偌久要减几斤。 It's normal and natural for people's weight to fluctuate, especially going through something as stressful as what we just went through. So I just tell them it's okay, you know, and that's why you came to us, and we're here. We're going to help you. We have a nutrition program as well as our strength training program to help them. 全国也支持这种核心减重。讲伫疫情期间，大家身体心情拢受影响，而即嘛也未完全行出疫情的影响，心理的状况也是真脆弱。伊呼吁想要减肥的民众，唔免挑工食少，也唔免互家己压力。运动主要是要健康，豆豆来就好。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 今仔明仔载2天哦，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会落淡薄仔雨，也是雷公雨；中部地区哦，嘛会落淡薄仔雨。其他的所在哦，金门佮澎湖、马祖拢是多云好天的天气。过到东北部佮有东部山区、北部的山区，嘛拢会落雷公雨。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的资料。 北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6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 东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华岛地区上低28度，上悬3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